200 Polynomials Question 8喺呢條題目第一部分，我哋要揾 LMN。透過比較 S 4次方 term， 我哋可以得出 2L 等於8，所以可以得出 L 等於4。透過比較 S 3次方 term， 我哋可以得出2乘15加 LM 等於10，從而可以得出 M 等於-5。最後我哋揾 N 嘅時候就必須先揾咗 B 先，我哋要用題目所要求嘅 P_S 除 S 加3嘅 remainder 等於翻 P_S 除翻 S 減3嘅 remainder。利用 remainder theorem， 我哋可以得出 P3 等於 P-3， 而將呢條式代翻落原本 8S 4次方加 10S 3次方加 AS 2次加 BS 加 C 化簡之後，我哋就可以得出 B 等於-90。因為 B 等於-90，我哋就可以最後比較埋 S term， 從而得出 9M 加 15N 等於-90。最後我哋就可以得出 N 等於-3。喺第二部分，我哋要揾翻 PS 等於0，究竟有幾多個 real roots？ 首先，我哋將 PS 寫成兩個 quadratic functions 相乘 ，4S 2次加 15S 加9乘 2S 2次減 5S 減3。對應第一個 quadratic functions， 我哋揾翻個 discriminant， 就會得出15嘅2次方減4乘4乘9等於81。由於大過0，所以我哋可以知道第一個 expression 4S 2次加 15S 加9等於0咧，就會有兩個 distinct real roots。而 2S 2次減 5S 減3等於0，我哋揾翻個 discriminant， 亦都可以得出個 discriminant 係等於49，會大過0嘅。所以 2S 2次減 5S 減3等於0，亦都會有兩個 distinct real roots。從上面得出，我哋可以知道 PS 等於0就會有兩個加兩個，所以總共會有4個 distinct real roots。